Hello，大家好，又係我 Colin 同大家講下啲慳錢嘅方法。上期我哋講到合資格延期年金，咁佢除咗可以幫手扣稅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嘅退休生活咧更加安穩。咁不如今次我哋又講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啦。咁其實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其實係咩嚟嘅咧？咁就係帳戶持有人咧，可以藉着佢哋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咧，享受到稅務嘅優惠。咁咧，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咧就有4大嘅優點。第一點咧就係方便，咁合資格人士咧就可以自由去選擇嗰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嘅強積金計劃。咁直接咧就同受託人去開戶啦，同埋作出供款。第二就係清冊。點樣清冊咧？就係強積金受託人咧就會每年提供嗰個供款概要，咁就方便計劃成員咧填報稅表啦。第三就係佢好靈活嘅，可以不定期啦，同埋事前咧係唔需要設定供款額嘅，咁所以可以因應翻個人嘅情況，可以將個供款提高啦、減少、停止，又或者重新開始供款都得。4點咧就係簡單。咁帳戶持有人咧就可以隨時咧將個帳戶結餘咧就轉移去另外一個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嘅帳戶裡面嘅。大部分嘅強積金計劃咧其實都提供咗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嘅帳戶嘅安排嘅，咁所以合資格人士咧就可以隨時自行參加啦，咁作出供款，無需預先僱主嘅安排。咁有關提供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嘅資訊咧，咁就可以遊覽積金嗰個網站啦，同埋如果想知多啲嘅話，都可以隨時聯絡我。